当时我正在大厅等候传旨工人的时候，他突然出现了，接着我就晕倒了。醒来的时候就在客栈里。糟了，不知道长工有没有及时赶回郡王府。表兄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尽快赶回金庸城，走。撤！撤！青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前面再有20里就是金庸城了。就快到了。快看，殿下来了！殿下！殿下！见到你太好了，青锁一直担心你呢，殿下。殿下，为何又戴起了面具？难道边疆又起了战火？姑只是正想前往打探敌情。青锁，姑问你，镇魂珠呢？殿下。姑不相信你会找不到蛛丝马迹，拿不到镇魂珠。要么你就是没把姑放在心里，要么就是你还藏有私心，不肯将镇魂珠拿给姑。殿下要我来齐国，只是为了镇魂珠？要不然呢？那殿下对我这么好，难道只是在利用我吗？逢场作戏，哼！像宇文邕那样的人都可以风花雪月，为何姑不能呢？怎么，难不成你还妄想姑对你情有独钟？殿下，殿下真的只是为了镇魂珠？瞧瞧你这个样子，跟街头卖菜的小贩有什么区别？不过是为了争得自己的些许利益，好吧，姑答应你。如果你当真拿到了镇魂珠，姑就会带你回郡王府。不过，王妃的位置你就不要再想了，姑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了。若你高兴，便在郡王府做个随身侍婢。不，我不会跟你回郡王府。我就算有镇魂珠，也不会交给你。你敢？你不是殿下。我不是。若你当真是殿下，那你就把面具摘下来给我看看。住手！啊，殿下，退下。是。我从未说过此话。我也不屑得到镇魂珠。殿下，青锁，终于见到你了。你去哪里了？你为什么现在才来？是我不好，没能早点来接你。
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不会再允许任何人伤害到你。你要答应我，你以后再也不会离开我了，再也不会抛下我不管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只有你。答应你。就让满天的萤火化作飞舞的烟火，就算剩下的光越来越微弱，就让前世的你我开出另一种结果，解开我们心中几千年的锁。我竟然睡着了。你睡了1个多时辰了，看来你路上非常辛苦。那是不是耽误殿下回城了？是啊，刚刚送走传旨的人，殿下就迫不及待的要出来接姑娘，对不？还带了伙食啊。看样子接不到姑娘你，我们这些人都回不了城了。可不是嘛！自从殿下见到姑娘就没松过手。姑娘睡了好久，都是咱们殿下牵着你的手呢。用了1000年来看破，爱到飞蛾扑火，还说一笑而过，忽灭忽明的承诺，旋风，旋风，好久不见了，你还好吗？你不吃，那我就给旋风吃喽。旋风，来，给你吃。旋风，只有你最好了。啊！这果子可是我的，你认为旋风会觉得谁好啊？原来殿下跟他们一样，都这么喜欢宫妹，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明明长得这么好看，却偏偏要戴个狰狞的面具，害我刚才……咱们殿下是英勇善战，可是却容貌俊美，不能威慑敌人，所以才戴面具，怎么能信任姑娘呢？是啊，长得美，可不是殿下的话。心中几千年的锁，解开我们心中旋风啊，连你都跟他那么亲昵了，他真的跟他那么像吗？对不起。我开玩笑的，殿下还当真了。谁让你们刚才那样取笑我？是我没有能够遵守约定，在平阳镇等你。是啊，让我空等你2次。那你说要怎么补偿我？你想要我怎么补偿呢？那就养我一辈子。我的要求也不高，也不需要锦衣玉食，我只想要一间临水的大房子，然后有樱桃吃，最好还可以带上旋风。是吗？不过听明月兄说，有些人当初跟他说并不打算离开周国，而且还言谈得体，胆色过人，一而再的去维护
那位周国的大司空，似乎置我们大齐的使者于无物啊！哪里？我还要感谢胡绿光大将军呢。这个胡绿光，不挑些紧要的，净说些有的没的。哎，胡绿光将军他……我也接到他传来的消息，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忙。我担心大将军他出事了。他让我在清水镇等他2天，如果他没回来，就到金庸城来找你。清水镇，这镇子地势隐蔽，多年来都太平无事，他怎么会在那里出事？你听说过天罗地宫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好像惹上那里的人了。天罗地宫，明月兄这几天也太不小心了。他是个小心谨慎的人，即便是受到敌人的围攻，也会想办法传消息出来，做事永远都留有后招。可是这次，那晚他潜入天罗地宫4大护法之一妙无音仙子的房间里，就再也没有出来过。我当时看到妙无音他们随行带来了一只大箱子，胡绿大将军好像就是冲着那个箱子去的。哎，我们可以去吊念山，无尘公子1个月后会出现在那里，我们可以跟他打探到胡绿大将军的消息。无尘公子，香无尘吗？他也是天罗地宫的人，只是这个吊念山名字很奇怪。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古书上曾有记载，凤凰死在一座山上，群鸟每年7、8月到这里来吊念他，过个16、17天才会散去，因此叫做吊念山。青锁，答应我，帮我守护香无尘，不要让任何人伤害他。你答应我好吗？青锁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们男人都是这样吗？你想清楚了再回答我。什么？你会为了你心爱的人去杀死一个深爱你的人吗？我不知道，也许吧。我只想知道你会不会。如果那个人是我，你还会那样做吗？我开玩笑的。我们不如先回城去吧。你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？不会还在想那个问题吧？你也太认真了。或许。你不用回答我的，因为我知道你的答案。或者，不管那个答案是什么，我都不在乎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
静美的阁楼，周围还有这么一大片水，啊！我这辈子都想住在这种远离尘嚣的地方。这到底是哪里啊？苍天保佑，但愿可以一直这样下去。哇，好美的花，真的好美啊！这些花都是你种的吗？啊，对啊，你是兰陵王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都是我亲手种的。真的？真的，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亲手种的。我喜欢这花园，我喜欢这个庭院，我喜欢这里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你喜欢就好。这儿的花真的很漂亮。哎，请问殿下，这哪一朵花是解忧花呢？这里没有解忧花，倒是在北边的高山上，临近雪线的地方，有一种花叫做无忧花。无忧花。有人说过，解忧不如无忧。好一个解忧不如无忧。那么，请问殿下，这哪一朵花又是无忧花呢？这里也没有无忧花。无忧花不美吗？美啊，这里所有的花都比不上的。那为什么殿下不把无忧花种在这里呢？不是不想，只是无忧花生长在那座山的雪线之上，倘若离开，就再也活不了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不过这里已经够美的了，人间怎么可能有这么美的地方？我都觉得自己像在做梦呢。不是吗？原来我没有做梦啊！谢谢殿下，谢谢殿下带我到这里来，看到这么美的花，这么美的地方。我也喜欢这个长廊，这个房子在走廊尽头，推开门就能看到这湾水。我可以进去看看吗？好香啊！殿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屋子也太漂亮了，我喜欢这个房间。这满屋子的兰花呀！殿下怎么知道我喜欢兰花的香气？殿下。这满屋子的窗户，躺在这儿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山水。我可以住在这里吗？这里本来就是留给你的。谢谢殿下，殿下对我真是太好了。殿下，这儿怎么会有我的画像？我看我还是换一个房间好了。你喜欢就住下吧，这里本来就是属于你的。殿下怎么了？为何看着他的眼睛，
竟然无法知道他的心。他的这句话，难道是对我说的吗？那就不客气了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这儿的一草一木，会把它们整理得比现在更好。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你先歇着，明早我再带你到处走走。殿下有事尽管去忙，我在这儿再做会儿梦。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为什么我会有种隐隐不安的感觉呢？好像要失去什么。殿下，夫人请您回府。殿下，殿下，母亲，你终于如愿以偿了。白天冲撞母亲，还望母亲原谅。我真为洛云感到不值，是谁在你不在王府的时候拼死力撑保护你？又是谁在你受伤的时候照顾你，一言一行都不敢冒犯你？眼下洛云下落不明，你却温香软玉抱满怀。长公，在你眼里，洛云就这么不值得一提吗？让母亲担心了。我刚刚得到消息，明月兄已经找到洛云了。不到半个时辰前，刚刚经由西城门进入金庸城。我正是回来看看，洛云有没有回到王府。真的？还好洛云无恙。长公，原本该去找洛云的应该是你，不是胡绿光。清水镇近在眼前，你是因何故不能前往？母亲知道洛云在清水镇。我是知道洛云被劫持到清水镇，还知道天罗地宫的护法大打出手。可这两者有何关系？长公，你还是好好想想。身为一个郡王，一个负责任的男人，你该如何向洛云交代？禀告殿下夫人，洛云姑娘和胡律将军回来了。云姑娘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害风儿好担心，殿下也在到处找你。你可不知道，这几天啊……夫人，殿下，殿下，洛云，我的孩子，你吃苦了。我在清水镇找到洛云，马不停蹄地赶回金庸城，到了城里才知道，殿下已安然返回。长公早就回到城里了。大将军为长公奔波操劳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夫人言重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洛云他为何会去了清水镇？是妙无因劫持了洛云，我趁他去荷塘采毒之时，潜入了房间，这才见到洛云。妙无因，他为什么会劫持洛云？这个我也不清楚。那天明明等着接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晕了过去，醒来就在清水镇了。洛云姑娘，洛云有无受伤？除了旧伤以外，并无新伤，大概是骑马奔波的缘故。一个弱女子从清水镇马不停蹄赶到金庸城，一路从未下过马。长公，赶紧扶洛云回房休息。还是风儿来吧。洛云，你是未来的兰陵王妃，长公照顾你是理所应当的。这次婚事没办成，但是已经轰动了全城，人尽皆知。这个婚礼迟早是要办的。长公，
谢。洛云，该我谢谢你。这就对了。快去休息吧。夫人，末将告辞了。等等，我有些疑问，还请大将军明示。夫人请讲。据我所知，妙无因是个心狠手辣、心思缜密的人。如果被他盯上一件东西或者一个人，他就会如复古之躯，不肯轻易松口。我知道大将军有勇有谋，但我还是想知道，你是如何救出洛云的？我也觉得奇怪，好像妙无因他一心都在赏莲花上，居然把洛云一个人放在客房里。我趁机潜入，虽然知道对方诡计多端，但是我还是中了迷夜。醒来以后，是洛云带我离开了房间。那妙无因有何举措？据洛云说，他醒来以后见我在客房里，便趁妙无因尚未归来，偷了一匹马，带我离开的客房。夫人，你对此事有所怀疑？不，洛云是不会做任何不利于郡王府和大将军的事。那夫人的意思是？或许妙无因看洛云是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，就疏于了防范。大将军也是一路奔波，也该早点休息了。末将告退。夫人，殿下将元清所安置在了连月小筑。连月小筑，看来长公真的动了情了。殿下不见了，这果然是梦。殿下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放下青锁不管了吗？姑娘早。啊，姑娘，你见到殿下了吗？他去哪儿了？这到底是哪里呀？姑娘别慌，殿下好像有军务，昨天夜里就走了，临走前留下话，今天会早早过来陪姑娘的。想必这会儿啊，已经在路上了。殿下果真这么说？奴婢不敢欺瞒姑娘，姑娘还是先去洗漱吧。殿下说，今天如果到得晚，就请姑娘先四处走走。东边有片花树林，想必姑娘会喜欢的。殿下真的这么说吗？当真，难不成奴婢还骗姑娘不成？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一定是我睡糊涂了。你们家殿下真细心。那都是因为姑娘。殿下半生戎马，雷厉风行，对别人好是好，哪里这么用过心呢？除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殿下对姑娘好就是了。你也知道端木莲？他长什么样子啊？姑娘，求求你了。算了算了，那我先走了。他竟然想知道小莲姑娘长什么样子。这话又说回来，要不是她长得像，殿下怎么会喜欢？嘘。殿下怎么还不来呢？
是因为军情繁忙吗？小淘气，害怕了吧？不用怕，姐姐送你上去。流星在夜空中沉默，一转眼变成了最远处的萤火，独自为黑夜闪烁，照亮了什么？或许是属于自己的传说。他长大了，还会回来看我们吗？会的。你确定？当然，这里是他们的家。他长大了，还会回来娶妻生子，像我们一样开心幸福的生活。用来解爱情的渴，就让满天的萤火化作飞舞的烟火，就算剩下的光越来越微弱，就让前世的你我开出另一种结果，解开我们心中是你吗？是我的王妃又回来了吗？流星在夜空中沉默，一转眼变成了最远处的萤火。还好，没受伤。这里风凉。了什么？或许是属于自己的传说。1000年来看破，爱到飞蛾扑火，还说一笑而过，忽灭忽明的承诺，谁还会记得？恨用来解爱情的渴，不要再离开我了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一生一世，好不好？别这样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不会。解开我们心中几千年的锁，就让满天的萤火化作飞舞的烟火，就算剩下的光越来越微弱。
秋千。我们心中几千年的锁，解开我来啊，帮我推一把。几千年的锁。飞起来啦！哇！小莲，过来试试。怎么，害怕了？这可不成啊！等我在湖对面建好了房子，你可是要经常过来这里的。放着这么好的秋千不敢坐，那可不划算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辛苦啦，你辛苦啦。好啊你，敢毁姑娘的脸！你站住！站住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来坐，我来推。那可不行，一个大男人坐什么秋千？哎呀，快点吧！准备好，预备，走喽！走喽！青总，坐这边。啊。准备好了。预备。殿下有军情。青总，我恐怕不能陪你吃饭了。军情要紧，殿下不用担心，他们都会好好照顾我的。姑娘，后厨正在准备饭菜，姑娘稍事歇息，马上就好。嗯。是你？对，就是我。长公没告诉你吗？他还有个母亲。殿下的母亲？就是我。我是郡王府的夫人，也是长公的生母。那你为何在周国长安城外要杀我？我没有想过杀你，我只想抓住你，或者是伤了你，为了让你见不到长公。可是没想到，严婉比我更加想杀你，连我出手都没能拉住你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被人救了。那夫人为何不想让我见到殿下？你确实跟他长得很像，夫人。看来长公还是没有把实情告诉你。
你以为这个连月小筑是为你盖的？卿所自知浅陋，从没想过殿下会给我盖什么宅子。那这满屋的兰花呢？还有墙上那幅画，你以为都是为你安排的？夫人在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你当然不明白。长公怎么可能告诉你呢？他之所以接近你，完全是因为你长得像他很喜欢的人。要说像，还真的很像。